继续来关心，面对着中国当年上千架军机无分每日来咧侵扰大海，空军为着要加强夜间作战的能力，今年开始由花莲、台南甲新竹的联队投入 F-16V IDF， 也有幻象2000个战机进行夜半飞行训练，时间是半暝11点到1点。第二架带杆。接到指令，战机团委会半暝紧急升空拿着强机，捍卫台海领空，这是空军飞官的日常。针对强军加强扰台，部分日夜对台施加压力，空军强化部队夜战能力，为今年展开跨驻夜实战化飞行训练，由花莲5联队、台南1联队加新竹2联队3大组的战机 F-16V IDF。幻象2000投入夜间飞行训练，花莲县新城乡的传理长拢有收到简讯，因应着时局变化，空军执行跨驻夜飞行训练，初期规划1个月执行1届至2届，会影响民众半暝安静，希望民众会当体谅。不过花莲民众早就惯习战机起降的声音。批评来讲可能会紧张，是不是整个我们两岸的局势是不是更加紧张？会是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你会觉得半夜会比较吵，那可能有的睡眠比较不好的会比较容易影响到，因为又刚好是在他们这附近嘛。空军较早就有执行夜间飞行，不过大部分在暗时10点结束。跨驻夜飞行训练是为暗时11点到反正1点。飞官出身的退伍会主委彭世宽是讲，民众会当理解，国家国军行斗阵。一听到起飞，他们都讲到，哎呀，一定又去做拦截。针对空军强化夜战能力，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分析，强军扰台已经走向规工作战，空军必须做到随时升空反制。夜间飞行若考验飞官技术，后勤维保嘛是日夜待命。对人力正暗的国军来讲，战备压力更来越来越大。凌晨4点都有过来过，那这样子我们要不要起飞应敌？我们一定要起飞应敌。如果没有起飞应敌的话，变成敌人高张度，我们却没有高张度，变成战力不对等。有的时候下雨。跑道是湿滑的，有的时候有大雾，能见度是不好的。那所能够起飞的机场可能只剩下1、2个，那所以不能通通放在一个机场，每个机场都要大夜航。空军表示，目前为3个联队实施验证，未来会扩大到各联队。张延廷提醒，夜间飞行风险性高，飞官较会出现空间迷向，所以大家出任务进前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